花莲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秀林乡甲万荣乡就出现2窟积水湖。虽然目前对水尾是未造成危险，不过刷落来就是雨水机啊，都惊这2窟若崩花会做大水。另外，属是保育水尾，就要特别注意。花莲秀林乡的东门村，湖溪溪水尾溪水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，不过野水头23公里的所在有一个因为花莲大地震石头连来正做崩山湖，已经5个月，水是愈积愈多。你们会不会担心啊？会啊，还是会啊。比较担心什么？比较担心淹没。伊若讲伊的水多的时阵吼，伊不是细抓，伊是安尼。你如果说这条溪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宽度的时候，你如果水下来，上来。另外，万荣乡的万里溪水头也出现一个崩山湖，虽然也无马上危险，不过因为准备紧急性期，外界正烦恼会放弃。这2个水尾暴露是不是安尼互大水冲着？如果一次性的溃坝，水位大概会从50公分到150公分的一个抬升。那因为当地的部落河床高层大概有6米到20米的一个高差，所以纵使一次性的溃坝，这些水位对于部落的安全应该不至于会有太大的影响。林保署强调，虽然对部落无伤过大影响，不过洪水区内活动人员也受安全上问题，所以爱24点钟监控水头雨势，若超过200毫米劣质雨量，对通知地方政府提早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